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6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箴言第11章第3到13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正直的人。基督徒的一生所应当追求的，就是在有一天呢，跟上帝见面的时候，被上帝称为好又忠心的仆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具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能力，满有上帝的公义，当然就是要有上帝的形象。到底正直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说，我们要有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今天的经文，旧约箴言第11章第3节到第13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正直的人有诚实引导，奸诈的人因乖谬毁灭自己，面临死亡，财富无用，唯有诚实能救援生命。诚实使正直人走平坦的路，邪恶人自取败亡。公义救援忠诚的人，好奸诈的人陷落在自己的贪婪里。邪恶的人一死，希望都归幻灭，倚靠钱财终必落空。一人得脱灾难，恶人反遭祸患。不虔的人以言语败坏邻舍，一人的智慧能救助别人。一人发达何曾喜乐？邪恶人伤亡，大众欢呼。诚意因一人居住而兴隆，市政因邪恶的人的言语而倾覆。那些嘲弄邻舍毫无见识，明智人缄默不言，爱说闲话的泄露机密。诚实人堪受信托。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谈到的诚实，所谈到的公义，或是义人，都是在说用上帝的标准来看，或者是说这基本上就是上帝本身，又或是说上帝的特质。因为正直的人会以诚实，用上帝的标准来对待其他人，他们不会用奇怪的双重标准来审查别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这个3年当中，他总是帮助人，他常常医治人，他天天赦免人的罪。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却遭到质疑，遭受到那一群自称为选民的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祭司们的批判和攻击。甚至
他们因他们的嫉妒来陷害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马太福音第9章27到3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医治工作。他医治了2位盲人，一个哑巴。可是这样的医治人其实是应该要受欢迎的了哈，却被那一些我们上述的那一群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这样的评论其实不是以真正的正直的心态来说的，他们是以乖谬的心态来看待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再看从一个盲人的角度来看，有谁不想看见呢？但是我们反问了，到底有谁能够帮助他们的眼睛得以看见？其实没有其他人啊，连法利赛人、连经学士、连祭司都没有办法，只有耶稣基督。有一些朋友他有色盲的困难，当然一样的，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的困难，也似乎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在早期，而有一天呢，当他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刚刚研发出来的眼镜。这副眼镜是特殊的，可以帮助色盲的人看见正确的颜色。当这位朋友第一次戴上这个眼镜的反应的时候，他的喜悦真是旁人，我们说没有色盲困难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们再说，有谁不想能够说话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有人带了一位被鬼附身的哑巴来见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把这个哑巴的鬼赶出去之后，这个人就开始说话了。但是这些人想一想，这些人会被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为什么？是因为在过去一直找不到人可以帮忙医治，因此他们仍然维持着瞎眼的状态以及哑巴的状态。然而当耶稣基督医治好这个人或是这些人之后，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等等的这些人就批判耶稣基督是凭着鬼王的能力来赶鬼。或许我们可以非常明白的说，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了解耶稣基督的力量，因为他们做不到。圣经告诉我们，鬼一被赶出去，那个人就开口说话了。大家都很惊讶，说在以色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他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做到的时候，他们就批判耶稣基督，他是从鬼王来的能力。他们这样说，完全的忽略了耶稣基督在这个前面所说的。他说：“照你们的信心成全了你们吧。”有信心的人是对谁有信心呢？当然不是鬼王。这些需要怜悯跟医治人们，他们说：“大卫之子啊，可怜我们吧。”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医治。诗篇42篇，他说：“上帝啊，我渴慕你，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永生的上帝啊，我渴慕你，
我几时可以到你的面前朝拜呢？正直人应该要渴慕上帝，如同鹿渴慕清凉的溪水一样。这是正直的人应该活出诚实的生命。诗篇42篇，上帝啊，我渴慕你，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永生的上帝啊，我渴慕你，我几时可以到你的面前朝拜呢？我日夜哀哭，以眼泪为饮食。仇敌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在哪里？我怀念往日时光，无限悲伤涌上心头。当时我跟群众同住上帝的殿宇，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颂赞上帝。我为什么这样的悲伤？我为什么这样的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在流亡中，我心悲痛，因此我想念上帝。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夜间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你为什么忘了我？我为什么得遭受仇敌的迫害？为什么不断受苦？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他们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在哪里？我为什么这么悲伤？我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成为一位正直的人，有主你的馨香之气，让人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